希伯來書第8章，我哋所討論嘅重點係，我哋要像安樣嘅大祭司，佢坐在天堂至大權能者嘅寶座右邊，佢在至聖所擔任大祭司。倆聖所唔係人嘅手起嘅，係主所起整個聖帳篷。每一個大祭司，攏總係為到獻禮物、勞祭物來設立嘅，所以我哋嘅大祭司也應該有所奉獻。那係佢在地上，佢就冇做祭司。因為已經有做猶太法律來獻禮物嘅祭司，呢道祭司係做天堂聖所嘅樣式，老樣相來侍奉，像摩西愛起聖帳篷嘅事，上帝警告佢講：愛君信，全部愛照愛在山頂指示你嘅樣式去做，仲係耶穌列下所擔任嘅祭司職務，超越基督嘅程度，就像佢在上帝老人嘅中間做中保嘅約係較好嘅，因為呢個約係做嘅較好嘅應許來立嘅。第一個約那無缺點，就唔是有第二個約，仲係上帝接批佢嘅子民嘅事講。主講，你哋會多，我會留以色列嘅人民，並猶太嘅人民，能會立新嘅約。呢約唔將頭擺，我留基督嘅祖先所立嘅約。在該條日咧，我肯定基督嘅手，帶領基督出埃及，仲係基督無遵守我留基督所立嘅約，所以主講。我也無愛答基督，主又講，在將來該條日咧，我愛留以色列人民立兩種嘅約，我愛將我嘅法律放入基督嘅頭腦，寫在基督嘅心上，我愛做基督嘅上帝，基督愛做我嘅子民，基督唔會再搞同胞，也唔是老自家嘅兄弟講。愛人是主，人類對最世界都最大嘅基督攏總會認識我愛赦免基督嘅過犯，無愛再記得基督嘅罪惡。既然上帝提到新嘅約，可見佢已經將頭一個約看作舊嘅，見舊見老嘅，就為清潔受滅脫。